荧幕录影了，没有声音了。哦，济公，给行政员工哦，政委会哦，正头哦，排到那个民族路北端，快要到乐利街了呢。哦，好几百人啊，录影就录了8分钟左右了。那你看看哦，录影录了几分钟，快3分钟，快3分钟，短片不能超过3分钟。然后你看录了多久了？哦，3分，哦，3分，哦，8分多钟有了。短片不要超过3分钟。